多謝主席。基本上係支持今次嘅撥款嘅。咁今次嘅綜援標準金額調整呢，都係按一個指數咁去調整啦。咁其實我理解就實質上呢，綜援人士係冇多咗或者冇實質上嘅一個嘅即係金額上嘅改善，喺實質上嚟講。咁但係我哋希望政府明白到呢，而家生活條件係唔同咗。我希望你哋都研究下呢，喺綜援系統裏邊呢，有一啲對象呢係個困難情況咧比較多啲嘅，因為而家我哋嘅綜援嗰個計數方法都係一般家庭考慮啊嘛，但係有啲一般家庭以外啲家庭咧，可能佢嗰個困難度咧係比一般家庭為大嘅。咁我舉例子，譬如話殘疾人士啦，咁佢要多啲好多嘅照顧啦，SEN 嘅家庭啦，咁佢要多啲嘅訓練啦，或者好多生活上嘅支援啦。咁頭先提到話劣質劏房咁都會被取締啦，咁我估計租金一定會增加。咁除咗一般咁去評估一般家庭嗰個綜援需要之外，會唔會即係政府都會考慮有啲真係喺嗰個基層生活度更加困難嘅家庭呢？頭先我舉啲例子呢，有啲針對性嘅安排喺個綜援裏邊呢，有啲額外嘅調整，令到佢生活呢能夠追上而家社會生活上嗰個水平呢。多謝主席。好啊，何局長。主席，我講幾句然後請秘書長幫手去補充。綜援個系統，啱啱我唔明白，即係地議員想問乜嘢嘅？因為上一次嘅福利事務委員會都好有議員都提出話係一啲殘疾人士嘅訴求，就係可能講到係一啲係個人去申請，即使佢同家庭一齊住，都可以個人申請綜援。但係呢個會係有違於我哋整體綜援嗰個理念。我哋希望咧係家庭支援去作為一個整體去處理嘅。咁所以你話係即使屋企有錢或者係中等收入啦，然後特別用綜援去資助佢同住嘅家人咧，呢個係同我哋原本整體綜援個政策係有啲嘅距離。狄議員好似唔係指呢方面啊，嗬？我係講緊綜援系統裏邊嘅一啲獨特嘅對象。咁佢個家庭能夠照顧，我哋當然鼓勵啦。但係我哋都好多團體講咧，你話家庭照顧有條件照顧，唔代表個家庭真係照顧佢噶嘛。我多謝主席。因為如果佢同住跟住唔照顧佢，我諗可能佢要同社署解釋點解佢要係不如我哋翻去咧，喺綜援系統裏邊，頭先我講嘅獨特嘅對象，照顧者啦、殘疾人士啦、SEN 嘅家庭啦，或者住緊劏房家庭，呢啲嘅對象係已經係綜援系統裏邊啦，但係佢係困難過一般家庭嘅，有咩方法幫佢哋咧？係啦。主席，我諗個別嘅個案我哋要個別處理啦。而家我哋一般嘅情況，我哋係以家庭為一個嘅支援嘅對象嚟嘅。其他第一個問題，我請秘書長幫手去再去解答。好，陳秘書長。係主席，綜援嘅金額嗰個嘅設定咧，對每一個家庭嚟講都係唔同嘅。嗰個嘅算式咧，就係睇佢哋嘅認可嘅需要，每個家庭嘅認可需要，再減去佢哋嘅認可收入。咁所以每一個家庭佢哋面對嗰個別情況咧，喺呢一個層面首先已經考慮咗。咁另外咧就係咧喺綜援嘅計劃入邊咧，亦都有好多項嘅補助金，去希望切合翻唔同嘅特別需要嘅受助人。例如可能有一啲嘅醫療相關嘅補助金咧，甚至係實報實銷嘅。咁所以喺如果有一啲嘅受助人咧，佢喺醫療上面嘅要求係比較大嘅話咧，咁佢嗰個嘅補助金錢亦都會大一啲。另一方面咧，就住綜援嘅住戶一般嘅開支模式咧，我哋每5年都會做一個嘅重定基期嘅工作啦，希望去反映翻有關住戶最新嗰個開支模式，亦都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會因為喺即社會嘅唔同轉變啦，開支嘅模式轉變咧，個別嘅商品同埋服務咧都會加入嘅。例如咧，我哋以往加入咗流動電話，加入咗上網服務費用呢一啲咁嘅新嘅元素喺入邊嘅考慮。咁所以嗰個嘅每5年一次嗰個重定基期嗰個工作咧，正正就係希望可以反映翻佢哋而家最新嘅開支嘅模式。主席我有少時間，我想追問。好啊，多謝主席。咁其實喺綜援裏邊有獨特困難嘅家庭咧，其實好多團體都向政府反映，我哋喺其他會議裏邊都表達過啦。咁你再重複翻你講緊話做緊咩做緊咩？如果係足夠，我哋都唔使咁大聲同你講啦。咁希望咧，即係我哋嘅記錄在案啦，就有啲綜援家庭裏邊喺今時今日嘅環境有咁大嘅變化之下，佢哋可能壓力更加大嘅，可唔可以你哋做啲研究先啦？對啲人度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實質上喺綜援系統唔係呢個水平咧，係咪幫到佢？如果唔係咧，都請你哋都留意一下啦。咁呢個可能涉及政策少少，或者冇需要就唔需要答啦。但係我覺得最有個最主要備案有個講法啦。你放心，我哋逐字記錄嘅。何局長，你有冇補充啊？冇嘢補充，多謝主席。